各位朋友，今日同大家講一講蕭若元、王晶佢哋野火互相咁樣去大鬧之外咧，仲講埋咩啊？講埋李嘉誠、成哥三父子，仲講埋大劉啊。點解咧？蕭若元不嬲都中意有野火嘅評論啦。你睇睇佢嗰個網台你最新即有成94.5萬嘅訂閱，哇！即係佢講咗好多好多嘢，亦都評論過好多人。咁喺先呢兩日咧，我就放咗條片喺我個頻道上邊一兩日咋，就係講乜嘢咧？蕭若元、王晶野火大罵戰3段精彩錄音。咁呢度咧，哇！一兩日幾萬人睇咗，好多朋友好喜歡，亦都俾咗好多嘅評論。咁我知道你哋非常中意呢一類咁嘅一個嘅方式。咁好啦，咁我今日咧仲剪多少少，因為我過去咧都評論過唔少關於蕭若元、陶傑。今日唔係講陶傑，係講蕭若元點樣曾經係點樣做啲野火評論，評論好多人。咁樣咧，之前嗰條片咧就係咁講嘅，就係因為王晶嘅恥笑姜濤人肥歌雞舞戰，咁又引起老蕭嘅評論同埋恥笑啦。咁其實呢個係深仇舊恨喎。咁不過今時今日先爆發。其實早喺應該係1、2年之前嘅時候咧，王晶佢由於咧就拍過好多片噶嘛，仲記得馮淬帆馮淬帆喺台灣鬧鬼王晶專拍爛片，就害到佢拍埋晒爛片。咁蕭若元見到有機可乘，咪已經曾經咁樣咧出個片，就話王晶拍片拍爛片40年碌條橋食足一世嗰時候已經係惹怒咗王晶。你再數前啲，王晶同埋蕭若元咧係同一間嘅電影公司做噶嘛，哇！大家唔係合作咁簡單喎，仲有爭權爭利益等等，於是乎咧就引起咗今次嘅爆發。好啦，唔好講咁多，長話短説，我就將佢其中一啲我自己揾到嘅資料咧，就同大家去整理咗之後，俾大家去欣賞一下，就由你嚟判斷蕭若元咁中意評論人啦。咁樣咧，例如由於佢評論王晶，咁王晶咧就出 post 啦，出 post 咧就痛罵蕭若元，話佢係咩戰王之王，我想去台灣打佢一鑊。好可惜，王晶嘅淨係出 post，冇喺嗰個網台裏邊咧親口講嘅，咪仲加精彩啦。好，咁跟住咧，我又會俾大家聽聽，其實佢同成哥三父子有瓜葛嘅喎。喺我個頻道裏邊嘅時候咧，有朋友就評論啦，佢就話蕭若元佢係支持成哥嘅咁，其實你搞錯咗啦，你唔好誤會喎。雖然咧佢係幫姜濤手，話就係鬧王晶，但係咧佢唔係支持成哥嘅人。佢同成哥同埋李澤钜、李澤楷咧，其實咧可以講係啲牙齒印，因為曾經做過生意噶嘛。咁我咧會插埋俾大家欣賞，因為唔係咁多朋友知道咗呢件事，就係佢曾經講過乜嘢。佢話成哥李嘉誠去澳門跳樓好似仲跳過2次添，不過唔死得翻嚟就再搏殺。咁另外咧，佢講下啲苦民支持嘅時候咧，無乜端端居然咧就話李澤钜同埋李澤楷咧，好似豬犬喎，咁樣講嘢法得嘅。咁呢啲咧問題，成哥同埋澤钜、澤楷咧就冇佢去揾佢尋仇，冇去鬧佢。但係另一個就唔係啦，就係大劉大劉咧，由於俾佢講得多佢咪話佢咯，你咪同我覺得好似好傻，時時都咁評論我，又講唔晒啲嘢。問題咧，蕭若元好多時講嘅時候咧，就冇乜證據嘅，仲有編劇上身喎。就引起大劉好不滿咁於是乎大劉就發炮鬧佢啦。好，將啲咁精彩嘅嘢一步一步一次過俾大家原汁原味咁去欣賞，慢慢欣賞。欣賞完之後，你自己評論啦，到底蕭若元咁樣評論啱唔啱咧？佢咁樣評論人野火嘅評論會唔會引起好多問題咧？公唔公道咧？由你嚟判斷，請大家欣賞。王晶之前就發文鬧姜濤，引起全城熱話。16號晚，晶哥再發微博，不過今次鬧嘅係蕭若元。喺文中見到晶哥怒火。王晶之前就發文鬧姜濤，引起全城熱話。16號晚，晶哥再發微博，
不過今次鬧嘅係蕭若元，喺文中見到晶哥怒火中燒，話蕭若元係戰王之王，仲話仲有一日趁佢未死會去台灣打佢一鑊喎。文中晶哥話蕭若元係攞人哋嘅努力嚟當做自己嘅龜蛋，又話呢個人爆廠欠債走佬去台灣，仲日日唱衰香港。我嘅《鹿鼎記》，周星馳嘅唐伯虎點秋香，佢走去跪求向華勝送股票兼送錢，求掛個監製名，就自稱編劇，仲話佢去到邊就害人到邊，連累埋親生家姐同個仔。但晶哥因乜解救突然間鬧爆蕭若元？原來日前蕭若元喺佢嘅 YouTube 度出片，標題係王晶近年票房直撲冇得撈，要鬧姜濤人肥哥雞冇賤博流量。講句公道話，王晶冇品，言論禍及親女，片長13分鐘有多，不斷狂鬧王晶，難怪晶哥要發文還擊啦。王晶啊，係唔係呢一個天真到以為啊，喺度鬧資本、鬧李澤楷喎？有啲人覺得，咦，你係唔係中聯辦叫你去鬧李氏家族㗎？係咪有呢個陰謀啊？我唔認為係。但係你以為出錢去捧一個人就會紅？你太過天真啦！王晶撈咗幾十年，一個人紅唔紅啊？即係以前北京有句説話，3年啊就一定出一個狀元，3年出唔到一個紅嘅戲子。一個人要紅，坦白啲嚟講，就得一個條件，就係啲觀眾中意佢。你試下王晶，我俾幾多錢你捧啊？你都捧唔紅一個人啦。咁容易捧得紅咧，無數人瓜咗啦，大力嘅捧咋？點解姜濤會紅啊？點解 Mirror 會紅啊？佢哋天時地利人和喺適當嘅時間出現呢個男團，而佢一定係有觀眾緣。你唔好理佢肥唔肥，歌舞點，觀眾中意嗰個人就係明星，嗰個人就會紅。你有咩資格評論啊？好啦，我哋睇下王晶。王晶咧專係咁樣嘅，得罪人，專係不停得罪人。因為反佔中行動，鬧杜汶澤、黃秋生同我哋絕交，風雲天地，被批評膠味更濃，反擊媒體。李婉華話一舞傾城過於低俗，鬧李婉華過氣炒作，演技爛，胡鬧。王晶喺微博批評台灣藝人態度模棱兩可，點名李立群喎。呢個真係得意。王晶節目形容周星馳唔可以交朋友，鬧周星馳。結果咧人哋鬧翻佢個女黃子涵，呢個咧又係好無辜。佢個女出咗到10幾年啦，早已經收咗山啦，邊度會紅啊？跳舞片遭惡意攻擊，冇樣冇身材，咪又係肥，呢個女咪又係肥。黃子涵入行16年。喂，點會唔靠父幹呢？當初梗係佢爸爸帶佢出嚟咯，受盡冷嘲熱諷，精通五才藝，因為個王晶個女被視若無睹，呢個唔係。你拍咁多片，你捧唔捧到你個女出嚟啊？呢個真係佢而家入唔入到屋啊？憑呢個蔡玉姣，呢個係蔡玉搞。好啦，參與導演真人 show。話內地嘅影視咧好勁啊！原來內地嗰啲片咧好勁。作為港人咧，要去單向學習呢個長津湖，即係我覺得呢個香港咁細嘅市場，中國咁大嘅市場，結果中國當面嚟咗香港嘅趣味。但係我話俾你聽，for 20-30年啊，大地嘅電影啊，大陸嘅電影都係向香港學習嘅。我琴日咪整嗰個表咯，就係香港嘅合拍電影係當面嚟咗大陸啊10幾年啊，直至幾年前先至俾大陸片 overcome 咗。鬧李婉華過氣4線，需唔需要講啲咁嘢啊 ？TVB 嘅史戲之王合作過一次剪走大半戲份，李婉華至唔至於咁差啲戲係？好啦，鬧周星馳其實佢話乜嘢呢？呢個係
佢話周星馳係乜嘢咧？其實就係咁嘅。嗰部係2000年啊，《千王之王》啊，2000年《千王之王》。佢請咗周星馳去100萬一日拍咗10日戲，本來話客串，結果佢剪走晒其他人，周星馳變咗係主演。周星馳話：我係客串演出嘅啫喎。嗱，周星馳唔止收1000萬㗎嗰時，就問佢攞多啲錢，兩個因財失義，呢個就係真相，呢個就係真相。點解同周星馳反面嚇？呢一個收1000萬開工唔合作，因為佢將佢變咗做主角。王晶爆星爺同吳孟達合作做生意，唔知做咩生意，你算啲友誼。我記得吳孟達嗰時同我講過嘅，翻去大陸做傳銷機嘅，叫我合作嘅，叫我冇合作。好啦，我哋睇睇王晶嘅近況，其實就係咁。佢咧去到呢度咧，啲戲咧已經嗱，呢個係網絡電影。2020年、2021年網絡電影，真正嘅大電影《金錢帝國追虎擒龍》啊，喺大陸收2.4億咋，呢部戲已經係香港收402萬。跟住呢部拍到呢度咧，已經冇得拍啦。佢係拍《九陽神功》呢一部戲嚇，改編金庸小説，唔知冇人收。呢部咧就電影導演。又係改編金庸小説，冇公開票房。《喬峰傳》呢個監製甄子丹主演，結果收得呢個係喺點播咗，呢部係大陸點播，呢個係2023年最後一部大電影，佢已經係呢部唔係麻雀女王追女仔，佢以前一年做1-2部戲，高海寧、馬國明喺香港收257萬港元，馬來西亞100萬令吉，佢嘅戲已經冇人睇。佢睇見文進咧，個個咧都做呢個 YouTube，咁喺 YouTube 咧就係博一啲流量啊，博翻啲聲量翻嚟。其實佢去到呢個時候，佢就係故意得罪人，等姜粉鬧翻佢，博流量。呢個係真相。你話佢受中聯辦主使咧，佢冇呢個資格。佢已經係冇得撈啦，王晶係根本係佢都72歲㗎啦，苦苦掙扎。係咁網友，咁就既然我覺得李嘉誠傳，咁就係雖然完咗㗎啦，我唔會再續，但我都會繼續同大家講李嘉誠家族嘅嘢，同埋我嘅睇法。好啦，呢個講親呢啲咧，我都會講呢首詞。呢個辛棄疾，南鄉子，登京口北，北固亭有懷。何處望神州，換眼風光北固樓。望北邊，千古興亡，多少恨，悠悠，不盡長江滾滾流。睇住長江滾滾而去，淘盡天下英雄，係咪啊？千古興亡多少時？北望神州，梗係諗起神州係喺金人嘅鐵騎下邊啦。年少萬兜鍪，坐斷東南戰未休。天下英雄誰敵手？草柳生子當如孫仲謀。萬兜鍪，兜鍪係乜嘢咧？頭盔，着住軍服，戴住頭盔，年少萬兜鍪，20幾歲就嗰陣時。坐斷東南戰未休，獨霸咗東南，於是割據咗東南。天下英雄誰敵手？天下英雄有邊個可以同我打嘅？但呢句當然就係數天下英雄為士君與操耳啊！呢個就曹操同劉備講嘅煮酒論英雄。佢咧就用啲孫仲謀，其實就係孫權嘅角度。孫權20幾歲嗰陣時，天下有邊個係孫權嘅敵手呢？曹、劉竟然可以三分天下。
生子當與孫仲謀啊，生仔咧就要生到孫權咁樣先得。呢個係曹操講嘅説話。曹操赤壁之後翻去，第2年再出大軍南下，孫權同佢隔住條河對峙住，曹操出去望，孫權嗰啲營壘整齊到不得了，守得非常之好。佢話：唉，真係生子當與孫仲謀啊！生仔咧就係爭到孫權咁啦。劉景升之子，豚犬耳，好似劉表嗰啲仔啊，豬狗嚟嘅啫。我一嚟啫，佢就投降，你知唔知？咁呢個後來孫權寫封信俾阿曹操，喂，而家咧嗰啲水就嚟水漲啊！你好快啲走啊！你知唔知啊？因為咧呢個孫權啲水軍犀利啊嘛！如果你唔死啊，我係唔會安樂嘅。呢個孫權孤不得安。如果你唔死，呢個就係生子當與孫仲謀。當然呢個就要講李嘉誠嘅2個仔，可以咁講啦，係真係非常之令人失望嘅，即係佢2個仔係。我真講講點解2個仔，呢2個仔聰唔聰明啊？喂！聖保羅男校聖保羅 Coed 畢業，呢個讀書已經係非常之叻。史丹福大學建築系碩士，李澤鉅。李澤楷讀下咧就唔 Q 讀，咁但係咧1999年咧曾經係數碼新科技啊呢啲咁嘅經濟嘅100人之一，即係諗住咧佢好有前途。然後咧佢咧呢個人咧就好中意咗呢個王富信，呢個人咧就係哥倫比亞嘅管理學碩士然後咧一生3女1子，佢咧就唔係啦，佢咧就不停拍拖啦，結果咧同梁洛施就生咗呢個長治同埋1對孖仔，咁呢個咧就係試管嬰兒嚟嘅。李澤鉅呢啲咁嘅高銀嘅手段係好 typical of 李澤鉅。呢個人刻薄寡恩到不得了。我識得啲人咧都唔同李澤鉅做生意嘅。我最後一單長實嘅生意咧係1990幾年嗰次，我哋同佢做雲石之後咧，我話我唔做李澤鉅生意，因為佢唔找數嘅。你只可以日日去翳佢，唔通你敢告長實咩？你一告長實成隊律師喺度同你打官司啊，啱唔啱啊？佢出雞你出豉油都點死你啊！我話俾你聽，凡係同佢老豆交情好嗰啲人咧，佢特別針對你，以顯示佢同老豆嘅唔同，顯示自己嘅權威。我有個朋友啊，嗰陣時成日同李澤鉅出海嘅，咁有一日李澤鉅約佢出海，咁佢就嗰日唔知有重要事嘅，我唔記得咗咩事，佢同我講過，佢就話俾李澤鉅個秘書聽，我嗰日唔去得喎。李澤鉅個秘書話：李生約你喎，而家佢唔係，我真係唔得喎，以後就唔約佢啦。第2個李澤楷，實在令人失望到不得了。自從2000年賣咗香港電訊，然後陸續將香港電訊拆骨之後，李澤楷做過乜嘢嘢？20年啦，由少年才俊做到50幾歲人，
呢20年係完全唔知做緊乜嘢，而世界嗰啲高科技股起得幾犀利啊！唔好講啦，其中買咗騰訊20%賣翻出去，如果咪就值8、9千億，都唔計啦。你睇住人哋點樣起家，當日你咪有錢過 SoftBank 咁滯啊！佢跌咗70%香港嘅樓價，呢一鑊擠提係呢個係最嚴重。據我聽翻嚟，有啲同李家超熟嘅人，就話佢根本咧就去咗澳門跳樓噶啦，已經即係而家上天。尋找澳門不歸的故事，預備跳樓嘅地方係喺澳門。點解要專登過大海跳？船飛買晒，去到我就唔係好明嘅，即係可能即係佢想唔係向自己本土嗰度跳咯，你知唔知啊？唔係認識嘅，即係呢個咧係某啲人同我講嘅，即係話去澳門點樣預備跳樓嘅呢個係冇錯。最後都係即係佢其實3次跳樓咧，都唔係有人救佢嘅。係佢最後決定再停落去，再搏一搏。即係我諗，即係好再捱下睇得唔得先得㗎。即係佢啊，可能即係好多得呢個塑膠啦嚇，即係呢個香港第一污染大王，塑膠大王。唔係第一就係佢自從1957年、58年做塑膠花之後咧，係每年有以百萬計嘅呢一個盈利。係塑膠花。係咁呢筆錢咧就源源不絕咁樣注入去佢嘅地產王國度。係，所以咧佢咧就容易俾人哋捱得過嘅，因為呢個有啲薪水流入。係可以挺得過去嘅。係。第二咧，如果以當時做地產嚟講咧，佢算係比較保守嘅，其實係。佢唔係太過leverage 得太過緊要嘅，即係咁樣。如果所以佢嘅情況咧就比人好多。第三就係61年、65年、67年呢3王都係急速嘅 V 型反彈。結果最後救咗佢嘅就係因為呢個急速嘅 V 型反彈，喺半年內樓價係升翻突啊嘛，佢就捱得過咗咁樣，捱得過啦。我話俾你聽，結果真係廣東信託破產，最好笑嘅就係賣完嗰啲資產之後係分突咗，物有所值啊！嗰啲地價起翻突，買多啲，買多啲。得閒落倒閉可以賺咗啲，有，好似香港過去嗰年嘅股市咁，佢插咗落嚟咁仲發成，咁李嘉誠捱一捱，咪捱過咗咯，挺過咗咯。係。明唔明啊？呢一個就係佢關鍵，就係佢能夠捱。第一當然就因為佢有新錢流入啦，第二就係呢一個。第二就係因為即係佢係信用都比較好啦，都係因實商人啦，即係算係。係，即係當時話有啲書就話咧，其實係呢個莊月明啊，喺嗰個67年嘅時候，其實都有即係俾個意見李嘉誠啊嘛，即係話喂不如掃貨咯，係話呢個意見咧係莊月明教佢喎。咁去到67年又即係暴動有第二個危機。第二個危機咧，佢咧就係喺暴動尾刻咧就掃貨啦。我話俾你，其實香港後來80幾年嘅大關鍵啊，嗰啲富豪嘅大關鍵，即係完全係喺暴動嗰陣時候，你嘅立場係點樣？係。話說喺2023年1月4號，即係舊年啊，大劉鑾雄咧就開咗一個記者會喎。咁喺半個鐘頭之內咧就大爆金句，其中佢特別咧就提起蕭若元，佢回應蕭氏新聞台喺元旦分析大劉嘅時候嗰個聲明喎。咁蕭若元之後跟住咧睇咗之後啦，又拍片去反擊啦，去反駁喎。咁直接就話鑾雄已經係冇新聞價值。哇！睇到咁高興嘅時候，大家都睇緊啦。咁啊，陶傑冇理由靜落嚟噶嘛。於是咧，佢喺佢嘅商台節目《光明頂》咧，就對阿蕭若元咧，就佢稱呼佢做嘅某 KOL，就話：如果你話鑾雄冇成就係人身攻擊喎。咁跟住咧，蕭若元咧就俾阿大劉話佢係造謠，直情咧
就係對佢嗰個種唔禮貌。咁蕭若元咧就覺得大朗係冇新聞價值，咁到底呢個係個乜嘢嘅事件咧？我哋咧會係逐步去探討嘅。咁大朗都好清楚咁表達過啦，佢話佢係不滿，但係佢唔會要求對方收回佢嘅言論或者採取法律行動。不滿啫，但係唔會去揾啲台灣嘅朋友去探下佢喎。但我仲係唔熟嘅，我淨係記得一樣嘢，唔怕講嘅，今日橫掂都講出嚟。當時我問黃玉郎，你請條友，我第一次見嗰陣時，我話呢條友幾多錢人工啊？佢話20幾萬，36、7年前嘅事。我點解咁貴㗎？你知佢點答我啊？佢好叻㗎，佢英文落聲㗎。我話英國掃垃圾、派牛奶、派報紙嗰啲人都英文落聲啊。咁但係佢係叻嘅，嗱蕭若元，但係叻喺佢自己嘅層次咯。佢成日都覺得自己好叻㗎。佢曾經喺個平台啊，話我反應快如閃電，佢講嘢用得唔夠貼切咯，係比光速嘅係快幾百倍咯。但係佢聽唔明嘅，唔通我教精佢咩？你了解我話快如閃電 ？Anyway， 我咪想講佢啊，佢真係叻嘅。但係叻有咩用嘅？唔係都唔會搞到佢家姐間上市公司又俾佢搞到破產啊！佢個仔又做生意失敗破產啊！佢自己揸人之後走咗去台灣啊！我而家照樣講，你哋在座照樣錄照樣講，我唔會驚㗎。我而家講事實啊嘛，我而家咪為奸淫擄掠啊嘛，專搞啲未成年少女或者專搞未成年細路哥啊嘛。你咁中意講嘢啊嘛，我而家喺書就同你哋講，唔係同你啲記者講。我 conclude 對王晶，如果一個人一生堅持咧做一樣嘢，由頭到尾咧，我一定敬佩佢嘅，佢有毅力啊嘛。王晶咧就竟然可以堅持咗40年咧，都係拍爛片。無論你有幾多錢俾佢，佢都係拍一部爛片出嚟。除非嗰條友會揼佢啦，你知唔知啊？你仲唔認真啊嗱？真係拉佢去打啦，佢就會認真啲拍戲嘅。如果唔係咧，佢平時拍戲咧，佢喺度賭馬喎，開台打麻雀都夠膽喎。叫個副導演喺度拍，你知唔知啊？呢個係係咁就得㗎啦。咁樣咧係咁易啊！40年貫徹拍爛片嘅精神，唔認真嘅精神，從來做事唔認真嘅呢個人。當然有啲小聰明啦，係咪啊？睇個咁嘅人，佢就用好多時間去溝啲老細，等不停有人支持佢拍片，溝啲明星。所以咧，啲明星咧就成日同佢合作，陪啲明星嚇，咁呢個就係咁，呢個第一點。由頭到尾都唔認真，唯一認真少少嘅戲就點啊？因為有好大嘅壓力啦，賭神咯，大家明點解啦？呢個係嗰段時期啲片認真啲咯，就為阿向華正先生監督住佢咯。你明？其他冇人食得住喎。去到邊度佢都係反嘅，呢個又係。以電影創作人嚟講，我當然係睇唔起王晶啦，呢個就係唔需要講。你咁堅決拍爛片，喂，如果講度橋快啊，喂，我同王晶一樣咁快，我可以話俾你聽，個反應係立即諗到橋出嚟。但係咧，我係非常之小心嘅，我後來啲劇本啊係改10次㗎，每一句都徹底改㗎，翻嚟諗完又諗，諗完又諗。王晶現場寫幾頁紙就拍呢個。好啦，我係電影界冇人好似我睇得王晶咁透徹。王晶6條橋食一世，王晶啲戲走唔走得出呢6條橋？一睇王晶戲我就知啦。第一，唔信你由佢開始第1年開始，一個有錢仔青蛙王子扮窮人去溝女，一個有錢仔呢個係嗰部劉德華做嗰部同張敏做嗰部都係咧，有錢仔扮窮，遇到個佢中意嘅女仔。
窮人男仔去溝女，一個有錢女扮窮去溝仔，一個窮女扮有錢溝仔。喂，呢個已經佔咗佢嘅戲6、7成啊！即係我講俾你聽，無論花心大笑啊，你睇見呢個精裝追女仔就班窮人扮有錢啊嘛，去旅行啊嘛，係嘛？最佳損友咧就係好有錢嘅二世祖，就入翻自己公司做扮窮啊嘛，係咪啊？冇呢個 factor 嘅已經極少噶啦，呢個就係佔咗佢作品7、8成王晶嘅作品。你諗下，第4、第5條橋，有條友無端端傻咗，可能撞到個頭啊之類啲咁嘢，佢唔記得咗自己或者咩，進入咗第二個，然後復甦，呢個就係賭神，係咪啊？周潤發唔記得咗自己係賭神，喂，呢條橋唔知玩過幾多次。第6條橋，一個好叻嘅人，佢就係終於佢信任咗一個親信，個親信出賣佢，呢個佢嘅黑社會橋全部係咁樣，即係得6條橋走天涯，可以拍足40年，點到你唔佩服啊？